重修上帝的话，咱即时要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提摩太前书第2章为第1节，咱要看到第15节。咱看头前的投影片，设使你有早圣经，会当掀开新约第239面。好，咱做伙来读第1节，请。所以我所劝勉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恳求祈祷，求阮作谢，替这个王甲隆重的官府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当安然恬静来过日，这是好，搁得到接纳伫救咱的上帝面前。伊爱众人得到也亲在真理，因为上帝是一个，上帝甲人的中间中保也是一个，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伊为着众人献本身，做退赎的价钱，有及时证明。因为安尼，我受设立做宣传的。做使徒，用信用真实做外邦的教师。我所讲的是真实无白插，所以我爱查甫人也去神的手，无受气，无摇疑，达所在祈祷，也爱妇人人打扮素素，用连体手举家己装塔。毋是用变摇门、用金器，也是珍珠，也是值钱的衣裳，是用所做的装塔。这是家己另做敬上帝的妇人人所合意的。妇人人着恬静，一味全福来学习。我毋准妇人人传道。也是管辖查甫人，多多着恬静，因为亚当在生受骗，然后才我，到亚当无受欺骗，多多妇人人受欺骗，来陷落罪，总是因人伫性甲仁爱，甲诚信兼节制，伊就对生囝来得救。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伊话来行的人。今日林牧师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下面时间交林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新眼讲会读经本，伫6月份有17天的时间，咧读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所以，伫即时，牧师先来做一个背景的介绍。伫个新约圣经保罗的书信当中，有三章这个叫做教牧书信、教牧书信。这教牧书信这3章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以及提多书。这3封的书信。因的内容就是一个老的牧师来教导少年的牧师，老的牧师来教导少年的牧师怎样来牧养教会、牧养这个信徒，怎样来处理这个教会内底的事务，一寡眉眉角角。这个老的牧师呢，就是保罗先生；少年的牧者就是当时。伫个以弗所教会底下咧牧养的提摩太，以及吉利地教会底下牧养的这个提多。咱今仔日所要读的这个提摩太前书，伊的作者就是保罗。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这个保罗伊原来的名叫做扫罗。伊是以色列人便雅悯的这个支派，伊是希伯来人中正港的希伯来人，生伫
纪律的即个大数，算起来家境是相当的富裕，因为伊出世就会当得到罗马的即个职，伊伫个当时非常出名的一个教师伽马列的门下伫遐按照严格的犹太人的律法伫遐来受教导。后来伊成做即个犹太教当中上界严谨的即个法利赛人。即个扫罗咧，迄当阵未叫保罗的时，伊叫扫罗。伊是一个对信仰非常认真的人，伊毋但对信仰真认真咧追求，伊嘛是真严格咧遵守，是一个言行合一的即个人。当伊未来明白即个上帝救恩，大家注意我讲的上帝救恩的即个奥妙的时阵，伊认为即个耶稣竟然好胆自称是上帝的囝，这是亵渎上帝，这是异端，是真可恶的。所以伊真严厉伫遮来分别即个教会，来掠遮的基督徒。总是有一天，当伊要去到即个大马色的即个路场，伫遐要来掠遮的信耶稣的人的时，迄个国外的主耶稣亲身按伊伫遮来显现。当伊来亲身来听到耶稣的声，听到耶稣的呼召的时阵，伊才知影耶稣的国外是真实的，毋是假，毋是虚假。所以即个奇妙的即个经历，拍开即个扫罗伊对即个犹太教即个信仰的一个认知，打破他的认知，拍破伊的认知。所以即个扫罗迄当时，伊也无法度来明白，这到底是怎样？如果即个耶稣是骗子，伊是安怎个会当互伊安尼当面伫遮来拄着？所以伊用3年的时间，伫个即个阿拉伯的即个旷野沙漠遐，伫遐恬静，伫遮来思考，伫遮来即个来默想即个圣经内底，算讲做深度的灵修之旅。伊对即个旧约圣经，旧约圣经36卷的当中，伫遮来去恬静思想的时，伫遐来挑找到即个上帝为着世间人所准备的即个救恩的一个脉络，一条的即个脉络，伊伫遮来发现，通过圣经的遮的先知所伫遮来预言，伊伫遮来看到，正是借着耶稣基督，上帝为着世间人开启一条永生的道路。所以，当伊即个想法来改变了后，伊对一个分别耶稣的人，变成做一个宣扬耶稣的人。伊来按遮的犹太人伫遮做见证，来证明耶稣正是旧约圣经内底上帝所应允的迄位的弥赛亚。总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因的内心因的无相信，就是因的认知也未受拍开，所以因无要相信，而且嘛分别这个保罗，伫迄个时，搁再一届得到启示，伊伫遮来明白这个救恩，要通过犹太人因的无信，因的无相信，要来领到伫外邦人，所以咧，这个伊来得到这个启示，上帝搁要借着外邦人，将福音传转去到互这个犹太人，到尾要互全世界万民来得到救。所以
保罗伊就开始迄个外邦的迄个福音的即个传道，前后至少有3届，去到海外，差不多是大部分是外邦人伫地迄个所在，伫遮传福音。当兵对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罗马为止，伊的即个脚力，至少差不多行透透，行过即个罗马帝国的这管辖的所在，伫遐起造济教会，为了咱今仔日基督教的福音，伫遮传遍天下，定根真好的基础。即个保罗至少伫遮来写即个13章的即个新约圣经内底，至少有13章的批信，是即个保罗伫遮所写的，为了基督教的真理伫遮诚做主要的即个诠释者来关说，来迄个解说即个福音的真理。兄弟姊妹，坚定的信仰是保罗先生伊的生命的根基。伊一生为了这个信仰，遭受到真济的苦难。总是伊伫遮讲啥？伊受这的苦难，伊并无藏伫伊的心内。伊想到就是讲，只要会当互人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伊就满足啊。所以伊看传福音是上帝予伊的使命，伊掠这个使命最尊贵、最宝贝，所以伊也甲这个耶稣基督看做是这个至宝，就看世间的尊严也是侮辱，哪敢本色共款。这款的信心，互天顶地下拢得纪念。一直到现今2000年啊，咱有缘咧传讲一个保罗伊所传的耶稣基督一个美好的这个信仰，一个美好的见证。要来请问兄弟姊妹，信仰伫你的生命中是有什么款的影响力？信仰伫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款的影响？你愿意为了这个信仰来放弃什么，也是为了这个信仰，你要坚持什么呢？这是咱通过信仰来思考咱的人生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咱活伫这个世间上界重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保罗来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这个目的，是咧指导，是咧劝勉年轻的传教者这个提摩太怎样来牧养这个教会。咱在这个提摩太，伊是罗斯德人，真可能就是保罗伫个第一次海外传道旅行的时阵，有访问这个罗斯德迄个地区，伫遐所结的这个福音的轨迹。所以，这个保罗看提摩太，那亲像伊属灵的囝儿一样。提摩太伊的老爸是希腊人，老母是犹太人。伊的老母甲伊的阿嬷、外嬷，拢是真敬虔的人。伫提摩太细汉的时阵，就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伊。当提摩太当这个保罗第二次来到这个罗斯德的时阵，伊个提摩太已经伫信仰上真有进步为着互这个罗斯德以及以哥念当地的信徒真甲伊学了，所以保罗就想讲，安尼无得带提摩太出来传道，来训练伊怎样做上帝的工为互伊将来嘛会当伫个犹太人的中间来传福音保罗甚至嘛为着伊行洗礼。这个提摩太伊做人是较
谨慎、较小心，伊的个性小可胆胆，较会惊会胆胆，身躯看起来敢若毋是真勇健。保罗讲伊安尼胃肠无啥好，胃肠无啥好，真可能是即种人较追求完美主义，所以很容易因为即个压力，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会产生这叫做肠躁症。咱即马咧讲的这个肠躁症亲像有的人安尼譬如讲曾牧师有当时定要迄落要来主持礼拜时，拢爱走便所，即种的就是迄个腹肚紧张的时阵，就会较胃肠就变做较无好。总是伊伫咧信仰，提摩太伫信仰，真认真伫咧学习，嘛真热心。搁肯为心伫咧即个福音的即个事工，搁伊真谦卑款待保罗，若亲像伊的老爸一样，所以保罗非常会去动伊，定定差派提摩太代表伊去巡教会，小可去看看去牧养遮的教会上帝嘛特别来接纳即个提摩太奉献的心志，所以即个当这个提摩太一开始出来服侍的时阵，保罗就甲正长老甲伊换手来为伊祝福祈祷，特别来为伊祝福。提摩太会当讲是保罗传福音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助手，甚至当保罗第一次伫咧罗马受关伫家里的时阵，提摩太陪伊来坐监狱，真是安尼不离不弃。会当讲保罗一生所设立这教会当中，拢有提摩太伫咧边仔伫遮来辅助，因是最佳拍档，共同来创造传扬美好福音，去做教会的真济的信仰。兄弟姊妹，当咱在跑走伫咱人生的道路，你是毋是有值得你来信任、来倚靠的属灵的长辈，为你来点灯，为你来提醒，还是来劝勉、来避免，互你会当避免行一寡错误的这个冤枉的路咧？咱人袂当家己一个人行。当你一个人咧行天路的时，真容易拄到这个挫折，还是啥，就是跌倒，还是失志。总是如果有同伴，属灵的同伴伫边仔为你来照灯，为你来伫遮来带路，也是为你来甲你鼓励、勉励扶持的时阵，咱路就用行更较远、更较远。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有人讲一个人行会用行真紧，总是两三个人斗阵行会用行更较远。咱的路是爱行远，毋免行伤紧，豆豆行总是要行到到。这咱就需要有属灵的同伴来陪伴咱同齐来行。个这个提摩太，伊的个性较温顺，保罗的个性较急躁，保守的个性，提摩太就较温顺、较顺服。两个人的个性是无相共，总是伫咧福音的事工，是爱互相来搭配，互相来配合，互相来颁布，就亲像伫咱的教会内底，咱逐人拢有无共款的个性，有无共款的看重，总是咱拢伫耶稣基督内底，咱为了福音来彼此互相来扶持、来帮衬。我软正的时，请你来扶持我；当你软弱的时，请互我来会当为你出一丝力。这种的服侍真是水无比。提摩太前书写作的时间甲地点，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大约是伫主后64年甲65年中间。保
保罗对罗马的监狱被讨办，受讨办了后，伫个伊未，还有第二次哦，搁第二届受掠去搁关监，就是第一次出监狱，第二次入监狱以前，写伫个即个马其顿迄个所在，当时一般讲是保罗第四次。第四届的传道旅行的路程，伊伫个马其顿迄个所在咧做工，将提刀留伫个基利地，提摩太伫个以弗所，提摩太伫以弗所遐牧养教会。当时提摩太也个少年，对牧会的事工也无讲介熟手，个当时流行即个。有遮个异端会教导，譬如讲诺斯底主义的二元论，认为耶稣就是次等神，第二等的神名。所以保罗伫遮来写提摩太前书，伫遮来教导伊怎样来分别即个正确的信仰甲错误的信仰，爱伫遮来分别出来。怎样来管理、来牧养这个教会？怎样操练家己，成做上帝好的同工？耶稣基督好的这个奴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这个末世的时代，各种荒谬、荒谬也是错误、邪恶的这个思想，哇，那敢若人讲群魔乱舞啊！尤其伫咱现代。网络资讯非常的发达，网络安尼一大堆有诶无诶，你若想要学啥问一下 Google， 拢会甲你教，而且甚至有教人要安怎做即个炸弹，要怎样伫遮来自杀，要安怎样害死人，等等遮恐怖的资讯啦伫个网络哇，拢有即种的资讯。所以，咱拢爱真小心，真小心。保罗伫遮来教导年轻的牧者提摩太，怎样伫遮来保护这个真理，传扬积极这个正面好的信仰价值观，怎样去做教会牧养信徒的灵命。所以，提摩太这个前书，互咱有真济遮的正确的这重要的资料。提摩太前书主要的内容，伫遮有3项。头一项就是忠心，你着爱忠心，持守正道，正道真理甲疼心爱相两个敢若轨道同行进行，真理甲疼心。爱那亲像同齐行的轨道，欠一个拢袂当，就爱用生命来做美好的这个见证，并且爱提防这个教会中有这个传虚假的教育的人，这种的内底有的是诺斯底主义，感觉物质是无好。人的得救，就爱有特别的秘密的什么财物等等。第二来讲到明确来指示教会的行政管理，教会行政管理非常重要。若无就变做一团乱糟糟，乱内底大家拢咧讲话，牧师咧讲啥，恁听有无？听无啦。所以至少牧师咧讲就是大家爱安静落来，这是咱会当听上帝声，咱嘛，互别人会当来安静来听。所以伫遮来教导讲这个所有的这个代志，拢爱用祈祷做大先，祈祷做大先。尤其伫教会要来做管理这个监督。长老、执事的资格，就爱怎样有好的这个敬虔的品行。第三，来教导讲，做一个牧者，你今仔日咧牧养教会你嘛爱有模范，要怎样做忠心、佮良善、好的仆人，爱有智慧来牧养遮的羊群。今仔日
是眼讲他根本所提供的这个资料就是提摩太以前书第2章第1节到15节，等于第2章全部这个主题就是敬虔的生活。伫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伫遮来教导提摩太2个真重要的功课。第一就是咱要过敬虔的生活，需要借着基督，需要借着基督。什么是敬虔的生活呢？简单来讲，就是用上帝心做心，上帝心意怎样，咱来了解，愿意来跟对，搁凡事尊主最大。这简单吗？这容易吗？真无简单，真无容易呀！兄弟姊妹，咱每一天拢有济的代志，济的人，济代志，不断地交了咱的心思意念。咱常常讲这个灵修1点钟，出来安尼看到什么代志无顺眼，就开始骂出来随着破功所以实在是无简单。每一天拢有济代志来交了咱的心思意念，甲咱的情绪，所以咱需要来祈祷。当这个心受波动的时阵，咱需要马上来到主的面前来祈祷。你的便所内底祈祷嘛无要紧，你的便所互家己的心会当安静落来。借着基督来亲近上帝，借着基督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才有法度来伫遮来过这个敬虔的这个生活。兄弟姊妹，基督这是属灵的战争中非常重要的武器。所以伫以弗所书第6章12节，保罗伫遮来提醒咱。兄弟姊妹，咱不是咧甲遮个属血气的咧争战，乃是甲遮个即种的相关的管辖遮个世界空中遮个属灵的邪魔邪恶伫遮来战争，所以就爱不断来祈祷。所以有当时你今仔日姊妹今仔日若看到恁翁做一寡代志，互你安尼起毛有够歹，安尼火就要憋出来，喙就要骂出来时，你爱赶紧安静心来祈祷因为啥？毋是伊做的兼才就是伊后面的魔鬼撒旦伫遐来搅动你，要互恁家庭伫遮来纷争来破裂。兄弟嘛是同款，看到厝内底的人安尼无顺眼的时，紧紧来祈祷。因为咧，嘛，伫咧后面迄个撒旦魔鬼，踮遐咧拍扑欢喜笑，较紧诶，弯落去，搁骂落去，大声甲伊骂落去，伊上介意，咱毋通中着撒旦诶规矩，咱爱会记哩，咱毋是甲血气属血气诶咧争战，是咧甲啥空中遐个邪恶。咱家己甲撒旦有法度对抗无？无啦，你绝对输。你爱我靠啥？我靠耶稣替你开门，替你来挡。所以基督就互咱会当安静咱的心来沉小可沉落来，沉落来，莫互这个小事变大事，大事煞变到不可收拾。咱的大事化作小事，小事就变无事。所有的兄弟姊妹，所有的地面上的战争，拢是对天顶来发动的。总是咱的目睭，咱的肉体目睭，你无法度看到这个灵界的战争。就亲像咱即马无法度看到你的迄个虚拟的。咱的这电脑后面呢，咱讲一寡网民、选民什么啥物遐咧讲有诶无诶，你毋知是谁咧讲，总是咱袂使互遮个来牵动咱的情绪，对咧生气，对咧甲人咧骂，这袂使。
这袂使啊，咱爱知影，上帝要祝福咱人的性命，上帝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你，要互你有丰盛有富有。总是咱会记哩，撒旦可是要安怎？要淘汰你的性命，互你受气，气到要死上界赞。互你安尼翁仔某冤家，哇，伊踮遐咧拍婆啊，咱毋通，来引诱咱偏离这上帝祝福的道路。哇，你上好甲撒旦斗阵落地狱，伊上欢喜。兄弟姊妹，咱爱会记哩，上帝是要祝福咱，要互咱丰盛富有。所以咧，咱的祈祷就是甲上帝连线。结连起来，你爱有甲人结连，你一个人伤过两骹啦，你家己一个无法度，上帝要请做你的困难。当咱祈祷的时阵，会当帮助咱来了解上帝的旨意是啥物。所以你祈祷的目的，就是通过咱来明白上帝旨意的时阵，咱无互家己的偏见。伫遮来影响，有时咱认知，咱的偏见是啥物事？哇，咱就安尼，就照咱的所行去做，咱爱顺探，就是了解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啥物。当咱的意志无受到迄个偏见来影响的时阵，才有法度来明白上帝爱咱做啥物。所以保罗讲，我劝你第一爱安怎？为着万人来祈祷，来恳求，来祝谢，为着执政者，为着遐个君王嘛着安尼会当互人安怎？敬虔端庄，平安无代志来过日子。兄弟姊妹，保罗甲迄个为万人来祈祷、恳求、来祝谢，以及为着这个君王一切在位的来代祷，看做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基督徒的祈祷，无应该是干那为着咱家己咱的家庭，还是咱家己的需要来祈祷尔。其实咱知影，咱每一天所需要，上帝拢知。总是上帝爱咱啥？先追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上帝爱咱先追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上帝国甲义就是甲别人、甲上帝以及甲别人会当起做迄个有意义的连结的关系。有意义的连结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将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要将万人拢引进到拢引进到上帝的国度。所以毋是干那我好就好，毋是我好就好，爱别人好，你好，伊也好，大家拢好。所以咱知影，安尼咱才会平安无代志来过日子。若是干那咱好尔，迄毋好哇！你著看到最近毋是迄个伫咧总节即个台中的捷运无代无志，一个少年人举刀著安尼乌白母，迄个人无好，几下著受灾殃，社会心内底著惊吓。所以咧，咱的祈祷毋若是为着咱的家庭，你嘛爱为着即个社区，为着咱的社区，为着咱所徛起的台湾，为着全世界来祈祷。毋若祈求，嘛爱感谢，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毋通袂记哩。伫个保罗提摩太伊迄个时代，伊是安怎？伊是迄个时的皇帝，罗马的皇帝是暴君尼禄，暴君焚城录内底迄个暴君尼禄皇帝，伊迄个时是残忍来迫害即个基督徒。总是保罗竟然有人讲，都爱为着迄个君王一切在位来祈祷。所以就算讲咱的即个
顶面的人是无好的，你有缘爱为伊祈祷，你内嘛无路用。只有祈祷不断来祝福，才有法度改变整个的氛围。若无一直咧内嘛支持迄个仇恨的心态的时阵这个社会会哪行哪歪错。只有用祝福的祈祷，较将迄个歪错，甲伊牵引入去正道，咱才有法度平安来过日子。所以，佮爱知影，当咱为着国家的执政者，迄个掌权的咧大道咧祈祷的时阵，咱就是承认真正掌握即个国家权柄的，毋是迄个人，是啥物人？是上帝。掌权者是上帝，所以是上帝咧掌权。今仔日上帝用阮伊来成做总统，用阮伊来成做一个总理，还是啥物，拢有上帝美好的意思。咱就爱为因来祈祷，因为真正掌权的是上帝，毋是即个地面上的政府。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常常的爱举起迄个祈祷的手，为了咱的总统以及所有的即个政府当中伫个在位掌权者，为了立法委员、立法院长来伫遮来代祷，求上帝互因有智慧、有教育的能力，会当上帝人民稳定真理甲公义来管理即个世界、即个国家。伊好好款待咱百姓，咱搁较济会祈祷，搁较济来为因祝福，咱的台湾社会，咱的所徛起的这个世界，才会通来得到上帝的祝福。搁来第二点伫遮保罗来提醒的。就是借着好的品行甲行为来过这个敬虔的生活。咱伫遮看保罗讲我毋茫我期待查甫人无受气、无争论，也去圣洁的手行到倒拢爱祈祷。各愿妇女姊妹着安怎着安怎。所以兄弟姊妹伫遮，咱看着对这段经文。你看见保罗伫遮来指出，兄弟的弱点就是较血气，容易冲动，容易发脾气爱甲人相争，有当时较爱相争，有当时这受气甲相争会妨害咱甲上帝甲人的关系。所以保罗伫遮讲，爱祈祷。莫去甲人咧踮咧遐冤家咧争论，你争论遮个代志无路用啦，因为伊有伊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你争论搁较济搁较大声，你嘛无法度改变人的先改变你家己较好势，改变你啥举祈祷的手来为因来祈祷。姊妹咧，保罗伫遮来讲啥？姊妹较容易爱安怎甲人比较，今仔日我穿偌水，我今仔头毛滴这个花偌水，讲到姊妹较爱女子查某人甲查某人之间爱比较、爱炫耀，有当时爱会安尼。所以保罗伫遮讲，姊妹伫个品格甲外在的方面，爱有敬畏上帝的款式。用穿的衫，爱端庄，好的行为。兄弟姊妹，咱在当时罗马的这个政府国势真强，所以好野人安尼生活就较奢华，追求这个时髦、时尚的这个妇女，等爱安尼编头毛花，安尼滴甲济，变化型什么样所以伫遮保罗认为敬畏上帝的姊妹应该看重迄个内在温柔好的这个品行，较赢过外面的这迄个糟蹋。所以无管是兄弟也是姊妹，
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必定会伫个无管外表还是内在，拢会当表现出上帝所欢喜，会当下上帝的心意会行打出来。伫今仔日的新眼光会读经本，有一段即个作者伊来提到讲，讲6月2號，今仔日就是6月2號，今天就是6月2號。即个6月2號就是啥？就是马偕牧师，因为即个脑喉喉癌过身的日子，伊伫临终的时，有缘用即个真虽然的困难。学生伫遮来讲圣经的课程，伫马偕牧师敬虔的生活当中，伊的母就是张聪明牧师娘，一直恬恬安静伫伊的后面，伫遮帮衬伊做真济的代志。无管是淡水的女儿堂，还是马偕即个协医馆，就是医馆的成立，妇女事工的即个推动，以及整体宣教的即个扩展，牧师娘的角色拢是功不可没，非常的重要。伊军队即个马偕是一个宣教师，是一个教育家，是一个探险家，阁是安那？伊伫遮来研究即个台湾的自然甲即个人文的环境科学，即个张聪明牧师娘一直拢缀伫个丈夫的即个身躯边，伫遮来帮衬伊。即个张聪明牧师娘，毋但安尼真认真拍拼咧学习，并且伊的即个性格、伊的人格非常的成熟，甲伊的丈夫，两个人互相搭配，互相配合甲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是一位伫世间人的面前活出敬虔生活的时代新女性。这是今仔日圣眼中的读经本内底有这段的这个记载。我牧师看这段记载了后，我就上网。就开始上网去找有关这个马偕牧师，伊的牧师娘张聪明，这个牧师娘伊的资料，发现了这个张聪明牧师娘竟然是什么？是台湾第一个环游，不是环台湾岛哦，环游世界的女性。第一个环游世界的女性，伫个即个淡水女路发掘即个张聪明的故事，这篇的文章内底讲到即个张聪明，伊怎样对一个童养媳，互人做新妇的，来成做台湾第一个环游世界第一人。伫个这篇的报道内底。有提到讲，讲到讲，伫个1861年，张聪明出世伫个五股观音山下面，伊的原名叫做长雅，一个菜市仔名长雅。真细汉的时阵，就互人送去伫个当地五股坑一个厝内底，姓董的厝内底。做童养媳，做人的新妇12岁的时阵，因迄个无缘的翁，过身，毋知什么原因，因翁就过身这就互伊伫个因大家官的厝，伫遐住了安尼真，生活真艰难，因为即个张聪明，牧师娘，伊自细汉就真有家己的想法。伊是真有家己的想法，伫迄当阵的查某人查某囡仔细汉的时阵，就爱安怎？就爱拔骹咧。查某囡仔细汉的时，就爱开始拔骹，穿迄个3寸金莲，安尼互你安尼行袂出外面，毋过咧，即个长
细汉的时阵，足有家己的个性，伊无爱别卡，伊无要别卡，为着安尼，定定去互拍甲足凄惨的，足凄惨的啊！总是伊就是无爱别卡，当马偕牧师来到即个五谷的时，传福音的时阵，伊丈夫的阿嬷就无缘的翁，伊迄个阿嬷叫做陈塔丹塔瑟是即个马偕牧师头一个伫五谷收的即个受洗礼的姊妹。1873年，马偕伫个即个北部兴起即个礼拜堂五谷坑，现在的五谷教会伫遐遭受招收收12岁以上的囡仔，12岁以上的囡仔来教会来礼拜堂遐，还是罗马尼。即个伊即个伊即个陈塔丹塔瑟即个阿嬷真疼惜虫就带即个虫去教会伫遐来学读罗马尼，学读圣经。即个虫足认真来学习，所以伊学了真好伊安尼记忆力真好会晓背圣经背安尼所以迄当阵为着要吸引因来教会读圣经有迄个奖学金奖学金即个虫因为伊安尼真够背圣经，真够读所以定定得到即个奖学金伊就摕即个奖学金转去伊安那婆家补贴迄个家用所以因迄个婆家因大家官遐就无主动伊来教会参与教会的活动因为虫去教会还阁会用摕一寡钱转去因兜来贴遮的迄落贴遮的生活即个虫伫个1878年2月3号伫遮来洗礼。伫洗礼的时，马偕牧师替伊改名，讲这虫的名无啥好听，无改做苍，就是聪明，改做张聪明，张聪明。当时即个马偕牧师伊想要即个侵入。来伫个台湾本地人的即个汉人的社区，伫遐来传教，总是咱知影100多年前迄种的男女授不亲的即个观念足重的，伫个教会安尼做礼拜迄中间爱弄一个布帘即边查甫的，即边查某的，袂使坐斗阵。所以这男女授不亲的观念真重。马偕牧师本身是一个查甫人，伊无法度来即个妇女伫遮来传福音，所以伊就想讲我就来带一个本地的查某囡仔来做某伊选到的迄个某就是虫马偕牧师想要来带台湾的女子做某这个想法，起初这个加拿大的长老教会总会伊的母会伊的这个总会反对，啥哪反对？因为当时嘛有这个外国人伫个当地咧带某，总是当因转去家己的厝，的是家己的故乡的时。就甲遮的妇女甲伊放杀啦，所以这加拿大总会遐讲你敢若是短期伫遮咧做工课就好，那就将你的终身大事拢甲卡落去咧，拢总甲囥喺这内底，婚姻拢弄落去呢。总是马偕牧师真明确表示讲，我是真认真咧思考，我毋是一时感情冲动。我是真认真。1878年5月27号，马偕牧师甲张聪明，因伫个淡水英国的领事馆伫遐登记正式结婚。因的即个结婚的礼仪的顶面，有即个张聪明，伊的亲生的父母。
也搁有伊的婆家，婆家的即个爸爸妈妈，张聪明，甲伊的娘家的爸爸妈妈，搁伊的婆家的爸爸妈妈，伊的迄个外头厝伊的迄边的无缘的翁迄边的因用迄个当时爱写这叫做甘愿状，甘愿，甘愿状，你有写看到遐写啥无？讲我张聪明，我甘愿嫁互马介牧师，什么等等所以毋若张聪明一个讲，我要嫁，我愿意嫁，搁爱伊的娘家的父母同意，伊的婆家的父母嘛同意。听讲迄当中有3张的即种甘愿状，毋过我今仔找着2张尔，我今仔找着2张尔所以咧，因拢总同意较伫个证人。伫个当时的遮的即个大使馆、领事馆遐伫遐来正式来结婚。迄年马介牧师34岁，张聪明几岁？18岁，我有写呀，我有写呀。张聪明较18岁那尔，所以马介牧师用这么正式伫遮来讲着，张聪明是我马介正式娶的某，我对这个婚姻是真严肃、真认真的看待。当时的台湾的查某囡仔，愿意嫁予加拿大传教士，这嘛是真厉害呢，这是真先进呢，很先进、很勇敢的一个，这个愿意安尼，这是足无简单的。你知影即个马介甲张聪明结婚了后因的蜜月旅行就是安怎，就去宣教会张聪明搁做那个轿去顺带马介去宣教会，毋是迄落是去宣教会即种的婚姻被称作讲是宣教的福音。婚姻总是真成功，因为马介希望会当打破台湾人汉人的这个社会中对女性传道因为伊查甫人无法度甲妇女姊妹来安尼传道总是伊的牧师娘伫遮做非常好的这个事工，非常好的事工所以咱讲对马介的这个。伊的日记内底，看到讲张聪明参与婚后了后，参与伫个马介所谓传福音的这各项的代志，真做马介无法度欠亏这个最好的帮手。这个结婚了后，这个张聪明伊安尼所谓马介的后勤的工作，将伊的后门顾甲足好的啦。包括伊生3个囡仔，2个查某囝，一个后生，并且为着这个淡水女学堂，伫遐做老师，教英文，这真够讲英文啊！伊安尼感觉该结婚无偌久，英文就讲甲啦叫。1879年底，1879年底。迄个张聪明未满20岁，差不多19岁左右那尔，伊就带着打出世5个月大汉的查某囝，甲马介斗阵，转去到加拿大，伫遐述职来报告因伫台湾的事工，经过香港、新加坡、印度、中东，看过金字塔，去到。迄个哭墙，去哭墙，经过意大利，参观庞贝的遗迹，到罗马梵蒂冈大礼拜堂，佮经过法国、英国，然后到加拿大的这个大安大略省，甲马介来完成这个加拿大，转去到加拿大述职，然后佮经过美国。日本转来到台湾，这段的旅程，互张聪明真做头一个
环游世界，环球世界，哈，环球旅行第一个台湾人，第一个台湾人啊！伫咧加拿大的时，张聪明用英文啊吼来演讲，甲当地人来沟通，吼啊！伊安尼真有信心啊！即个表现啊吼，哇，改变当时伫加拿大人对东方女性的即个印象，吼啊！伊吼即届甲马街转去加拿大述职啊吼，非常成功，吼为着当时啊新学院吼募款6000块的加拿大币，6000块的加拿大币，伊即个差不多有2次的环球旅行，这头一届，佮有第2次，吼啊！1901年，马街啊，因为即个长期的即个劳碌啊，吼，来破病了后，吼，1901年底下，6月2号，吼，伊蒙主温调。恁知影马街的蒙伫咧倒位吗？伫咧淡江中学，毋是去加拿大。有的台湾人去加拿大要找马街的蒙，没有，伊安怎疼台湾生吼，伫遮无生伫台湾，毋过伊要死伫台湾。张聪明马街过身了后，吼，当时的教会安尼风影真大，吼，教会内底定定无平静啦，吼，咱讲上帝咧做工，魔鬼嘛咧做工，总是张聪明用即个真稳重伊的智慧来挺过，吼，来行过真侪风影，支持伊的家庭。伊2个查某囝拢嫁互台湾当地的人做某，吼啊！伊的后生谢瑞莲伫加拿大啊，即个读册了后，搁倒来淡水，子承父业，吼，子承父业啊，吼。所以伫咧即个即个当地人啊，吼，你看，伫咧即个周围人的即个眼中，即个张聪明牧师娘，伊是一个个性真谦卑、温柔，真有疼心，嘛真乐意接待人的。吼，伊将伊的家庭经营甲真温暖，啊，搁真热烈。吼，伫咧当时淡水有一句话讲，咱着来去马街娘啊，因兜坐坐的。来去马街娘啊，因兜遐坐坐，吼啊！伫咧1924年，吼即个张聪明来过身，享年64岁。即个敬虔的家庭所活出敬虔的生活，实在是真值得咱欣赏并且来学习。你看马街为了疼惜咱台湾人。所以兄弟姊妹，马街牧师遮尔疼惜咱台湾人，咱是出世伫遮的本地本土的人，你兼无疼惜你的国家嘛？疼惜你所徛起的所在嘛？上帝帮衬咱一个美好的模样，互咱来学习，甲咱会当互咱伫遮来做一个学习的对象，上甲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伫阮的头前有济遮的信仰的伟大的人，伫遮活出美好敬虔的生活，互阮来看。因所伫遮所得到的主你的恩典祝福，何等的奇异，何等的大。虽然伫世间，阮会拄着济艰难，总是阮愿意跟对主你的人。主啊，你就互阮将即个对即个新妇会当变做一个环游世界的人。主啊，愿军对你真正有福气，求主帮助阮，为了你的事工，愿欢喜来奔走，欢喜来做即个正人，因为即个福音来得到利益。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